各位網友院友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去討論嘅係一個近期喺英國社會所出現越嚟越嚴重而又值得大家去關注嘅問題，就係英國嘅就業市場轉差，失業率持續上升。除咗類似一啲內卷躺平嘅情況之外咧，同時亦都開始出現大量嘅結構性經濟危機嘅。咁講到英國失業率飆升個數據究竟可以去到有幾誇張呢？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喺上個星期所公布嘅最新數字咧，就話淨係今年嘅4月份，英國就流失咗超過10萬個工作職位。呢一個係英國近代以來唔計疫情嘅時期最嚴重嘅一次職位流失情況嚟㗎。而失業率方面咧，最新嘅數據所反映咧，亦都上升咗上到去4.6%，創10年嘅新高㗎啦。如果大家睇到呢一堆數字就已經覺得心慌的話咧，喺呢一個位我就建議大家唔好繼續睇片落去啦，因為恐怖嘅故事仲未完結㗎。因為英國現實嘅市況咧，除咗係有人冇工開之外咧，亦都係越嚟越多人玩躺平唔去返工嘅。根據英國嘅官方數字咧，估計而家咧大概係有170萬人失業㗎。但係其實呢一個數字咧，可能係一個低估咗嘅數字嚟㗎，因為英國嘅統計局咧，只係計算咗一啲揾緊工但係又揾唔到工嘅人。而當中咧並冇計算到一啲完全退出咗勞動市場，但係又唔再打算揾工嘅人士㗎。事實就係咧，英國喺市面上咧係有好多聲稱身體有問題而不適宜工作嘅人口，係領取緊傷病福利㗎。根據粗略嘅估計咧，喺疫情之前，即係2019年之前咧，呢一類人嘅人口數字已經係220萬㗎啦。但係去到2024年咧，數字已經升到上去322萬啦。目前亦都估計咧，到咗2028年嘅時間咧，個數字會再次升到去380萬嘅。更加誇張嘅情況係咧，目前都有唔少16至到24歲嘅年輕人咧，都開始大批申報去領取一啲長期病患嘅福利嘅。當中嘅唔少人咧，就申報自己係有抑鬱症啊、焦慮症等等嘅精神健康問題嘅。究竟英國發生緊啲乜嘢事？點解會搞成咁樣嘅咧？基本上引致到英國有人冇工開，亦都有人唔去開工咧，不外乎4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當然係政府嘅政策搞亂當攤啦。英國失業率上升嘅最大一個原因咧，就係政府喺近期加咗針對僱主嘅國民保險供款，令到啲僱主咧請人嘅開支大增。呢一個政策咧係財相李允晴喺2024年10月預算案入邊所宣布嘅政策，而今年4月嘅時間咧就開始生效啦。而當呢一個政策出台以後咧，以至於實施咗之後就形成咗一個好壞嘅結果出嚟啦，就係請人貴咗，僱主就當然係唔想請咁多人，想要縮緊員工嘅數字，甚至乎係想要裁員嘅。政府除咗加重咗僱主為僱員所需要付交嘅國民保險供款之外咧，另外造成英國勞工市場疲弱，仲有第二個原因嘅。講到第二個原因咧，就不外乎因為英國政府咧不停地上調緊勞工階層嘅最低工資㗎。目前英國嘅最低工資咧，21歲或以上嘅人士咧，今年就加咗6.7%，去到每小時嘅人工咧係12磅10便士嘅。而18至到20歲嘅人士咧，更加係加咗16.3%，去到每小時需要10磅嘅。表面上呢一個政策咧係幫緊打工仔，但係短期上面嚟講咧，亦都加重咗企業嘅用人成本，令到市場上面嘅職位數字下降噶。而第三點咧，亦都係講到話畢業生咧揾工係難上加難嘅。根據資料咧，而家喺英國一個針對畢業生嘅職位咧，僱主平均係會收到140份個求職申請嘅，係遠高過上年嘅88份嘅。同時間啦，現代嘅人工智能 AI 技術嘅發展咧就一日千里啦。市場上 AI 嘅技術亦都取代咗大量嘅初級職位，令到啱啱畢業嘅學
生咧好難揾到一啲入門嘅工作㗎。更加嚴重嘅情況係咧，因為經濟不景、失業率高升嘅情況底下，英國政府竟然係並冇如常地去招聘人手，反而係因為要省減開支而呼籲政府嘅內部部門咧去增加使用人工智能去代替或者係有意去削減人手㗎。亦都因為一個咁樣嘅英國政府為大家去做咗一個唔係咁好嘅榜樣，令到啲民間企業咧又點唔能夠有樣學樣，所以相信英國未來去揾工嘅人士咧只會更加困難嘅啫。然後去到第四個原因咧，就係英國嘅整體經濟啊，都真係搞唔掂嘅。咁啊，目前英國經濟放緩，裁員潮就擴大，政府稅收減少，福利開支增加，已經形成咗一個好大嘅惡性循環啦。咁啊，目前英倫銀行咧亦都搞唔掂呢一個咁嘅檔攤嘅，因為點解咧？好難去抉擇究竟係點樣做嘅？究竟係減息啊，定係唔減息咧？減唔減都會冚包散嘅啦。傳統上去應對呢一個就業市場失業率上升嘅問題咧，一般嚟講都係需要減息嘅，因為係需要去刺激翻個投資市場同埋消費市場嘅。但係目前個問題咧就係英國嘅通脹依然係高企緊嘅。咁啊，根據最新嘅工資增長數據顯示咧，喺2023年嘅時間咧，人工係增長咗7%。去到2024年咧就降至5%，然之後2025年嘅第二季咧依然係有5.2%嘅。咁啊，雖然話人工升得快係對打工仔十分之好，可以追翻個通脹啊嘛，但係對於英倫銀行嚟講咧就係一場大嘅噩夢啦，因為人工多咗，消費力上升，引致物價再次上升，最後通脹咧就死唔斷尾啦。所以英倫銀行咧一早就已經放晒聲氣出嚟同大家講話咧，如果想將個通脹控制翻去2% 以下咧，工資嘅增幅就要壓翻低去到3% 以下啦。咁問題又再次出現啦，減唔減息好咧？減息可能可以刺激翻個經濟，但會唔會就令到個通脹升翻上嚟呢？唔減息又繼續壓住個通脹，但係失業嘅問題就越嚟越嚴重啦。咁最終個結論，大家就會發現啦，英國嘅內卷情況已經形成咗啦。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增加企業嘅負擔，同時又想縮減福利，逼翻啲人去出嚟做嘢，但係冇工作機會，又點可能有工翻呢？所以大家目前肉眼所見到嘅結果就係咧，一邊就係個市場嘅就業崗位不足，而另外一邊咧就係有人唔夠錢去生活，亦都唔夠資格去攞福利嘅。咁啊，基層嘅人士目前係進退兩難啦，社會嘅矛盾就已經面臨爆煲噶啦，治安亦都有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嘅，然後最終就會發現啦。工黨政府上台最大嘅貢獻就係造就咗咁多無數嘅無產階級人士啦。咁啊，最後亦都可以問下大家嘅，你覺得英國仲有冇得救呢？你又點睇而家英國嘅呢一個死胡同局面呢？咁大家可以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嘅。咁啊，今日嘅時間係咁多先啦，多謝大家嘅收睇，拜拜。